赶紧走吧。其实我是金鸡的男朋友，我们谈了很久的恋爱，但他一直不肯带我来见你们，还让我说只是老同学。下午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法，说我是你高中同学来接你，是吧？对啊，等我演好了，我来通知你。好，我等你通知。嗯，那我走了。爸妈，我吃完这饭就得回上海了哟。着什么急呀？哎，也好，这冬天啊，天黑得早，外面又下着雪，早回啊，早安全。你司机什么时候到啊？我司机他来不了了，我自己开车回去。什么？绝对不行！这有什么不行的呀？我虽然不常开车，但我技术还不错呀。我今天不是还去找佩佩去玩了吗？我还没说你呢，你倒还自己敢提。你说你这一年你就开几次车呀？再说那市区地面没有积雪啊，你开长途那就说不准什么样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哎呀，你那个司机也是，怎么到现在来不了了呢？他机票被取消了，临时买不到票。你这样吧，让他表弟送他，不行我送你，反正你是自己不能开车走。哎呀，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我可以自己开车回去的。不行就是不行，这件事情没得商量。就是。不用担心了，也不用麻烦我表弟了。我正好有个同学，他在群里说他今天要回上海，而且他还是个老司机。真的啊？来了！说这大冷天的，啊，来了。阿姨，下午好。啊，下午好。啊，你是晶晶的同学吧？快点，快进来，喝杯水。他呀，马上就好了。啊，妈，不用喝水了，快，我们就直接走了，赶紧！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大的事儿啊？你这么大冷的天，喝杯热水再走。就是，不怕耽误这一时半刻的，快屋里坐会儿。哎，对。叔叔阿姨，没关系的，以后应该还有很多的机会。赶紧走吧。其实我是金鸡的男朋友，我们谈了很久的恋爱，但他一直不肯带我来见你们，还让我说只是老同学。怎么回事啊？